各位亲爱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老朋友，在诊间看诊超过30年的老医生。今天想跟各位聊聊一个在养生圈非常红的话题——甜菜根。大家常说甜菜根是补血神药，是血管的清道夫，确实它非常有营养。但是让我先问你一个很严肃的问题：如果你每天早上都喝一杯甜菜根汁，你真的喝对了吗？你有没有发现，有时候喝完觉得胃酸逆流，或是莫名其妙觉得腰部酸痛？在我们进入主题前，请容我做个比喻，我们身体的血液就像是在道路上行驶的小汽车，而血管就是这条道路。甜菜根汁原本是最好的燃料，但如果你加错了油，或是走错了路，这辆车不仅跑不快，还可能在半路抛锚，甚至把路都给压坏了。在我们深入探讨之前，请不要忘记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并开启小铃铛，这样你才不会错过我们最专业、最有温度的健康建议。我也很想知道你现在是否正专心地听着。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帮助，请在评论区帮我打个1。如果你还持有疑问，请打个0。你的每一条反馈都是支持我继续分享的力量。回到主题，很多人以为天然的就是好，却忽略了甜菜根中含有高浓度的草酸和硝酸盐。如果配方选错了，哪怕只是一个小小的配料选错，都可能导致严重的胃部刺激，甚至让你的肾脏在不知不觉中累积压力。这对50岁以上的朋友来说，风险特别大。这不是那种喝下去马上会出事的毒药，它是一种安静的伤害，是慢慢累积的。就像住在台中的张太太，今年62岁，她为了降血压，每天早上一大杯甜菜根加满满的柠檬，结果呢，血压没降多少，胃灼热却折磨了他半年。他一直以为是老了，消化不好，其实那是喝错了方法。今天我不只要告诉你为什么，我还要分享7种绝对不能混合的食材，以及6个让你在家就能喝出健康的黄金原则。作为一名医生，我希望大家不只是照着做，而是要懂道理味。什么甜菜根这么好，却又这么危险？首先，我们要了解甜菜根最强大的武器叫做硝酸盐。当你喝下甜菜根汁，这些硝酸盐会在口腔和体内转化为一氧化氮。这个一氧化氮就像是扩张血管的开关，它能让原本紧缩的血管放松。这就是更为什么它能降血压。就像我说的，它是帮你的血管拓宽道路，让血流这个辆小车跑得更顺。但是甜菜根也有另一个特性，那就是高含量的草酸。你可以把草酸想象成肉眼看不见的细小玻璃碎片，在正常情况下，身体可以代谢掉它。但如果你摄取过量，或是身体代谢偏慢，这些玻璃碎片就会在体内寻找钙质结合，在一起变成结晶。对于50岁以上的朋友，我们的肠胃黏膜和代谢能力已经不如年轻人。这时候，如果你的饮用方式不对，让身体内部的环境偏酸， pH 值改变，这些玻璃碎片就更容易沉淀。简单来说，你的心脏是引擎，肝脏就是你的垃圾处理工厂。如果你每天送进工厂的垃圾太多、太尖锐，工厂的机器就会受损。很多人问我，医生，甜菜根是坏东西吗？我总会笑着回答，东西本身是上天的恩赐，坏是坏在你的组合搭配错误。如果你把甜菜根跟强酸性的水果或是高草酸的蔬菜混在一起，你的胃黏膜就会受不了，肝脏也会，因为要处理过多的糖分和复杂成分而过劳。所以了解这些科学原理，不是为了吓你，
而是为了让你喝得更安心。现在我们要进入最重要的部分，哪些东西是绝对不能跟甜菜根放在一起的？第一个地雷组合，甜菜根加上大量的柠檬。很多人喜欢在果汁里加柠檬来压过甜菜根的那股土味，觉得这样清爽又美白。但是柠檬是非常强的有机酸，当强酸性的柠檬遇上甜菜根，它会剧烈改变胃部的 pH 值。对于原本就有胃食道逆流风险的朋友来说，这简直是火上浇油。我记得在高雄有一位林先生，58岁，他就是为了健康，每天早上空腹喝一大杯甜菜根柠檬汁，结果不到2个月，他跟我说，他躺下的时候觉得喉咙有火在烧。这就是典型的胃酸逆流。老医师的解法，如果你真的怕土味，柠檬只能滴2到3滴提味就好，或是两者分开喝，间隔至少2小时。第二个地雷，组合甜菜根加上柳橙。你可能会想，柳橙有维他命 C 很好啊，问题在于柳橙的高酸度加上高含量的果糖，这两者结合后，在肠胃道里会产生严重的发酵反应，这会导致大量产气，让你整天觉得肚子鼓鼓的，很不舒服。特别是如果你有肠躁症、IBS 的倾向，这种组合会让你频繁跑厕所，这不是在排毒，这是在刺激你的肠道受损。第三个地雷组合，甜菜根加上醋。现在很流行喝苹果醋养生，有些人前萃把醋加进甜菜根汁里，这是一个巨大的错误。醋酸 acetic acid 会破坏甜菜根中珍贵的硝酸盐结构，让它原本降血压的效果大打折扣。更危险的是，这种强烈的组合会导致血管过度扩张，对于本身血压就偏低，或是正在服用降压药的朋友，喝完之后可能会突然感到一阵晕眩，满头大汗。我曾经遇过一位病人，喝完这种组合后，在厨房差点晕倒，血压瞬间掉得太快，这就是因为他忽略了药物与天然食材间的化学反应。各位，养生不是在做实验，我们追求的是稳定。每一种食材都有它的脾气，你得摸透它的脾气，它才会为你效劳。如果你以前也这样喝，别担心，从明天开始改过来就好。我们要把血管的燃料用对地方，而不是让它烧伤了你的胃黏膜。除了胃部，我们还得保护好我们的垃圾处理、肠、肝脏以及全身能量的总开关。血糖地雷组合是甜菜根加上蜂蜜或精制糖。很多人跟我说，老医生甜菜根那个土味我真的受不了，加点天然蜂蜜总可以吧？听我一句劝，虽然蜂蜜比砂糖好，但它终究是糖。甜菜根本身就含有相当高的天然糖分，如果你再额外添加蜂蜜，这杯汁会让你的血糖像坐云霄飞车一样瞬间飙升 sugar spike， 这时候你的胰岛素会被迫大量分泌，长齐下来，这就是在增加胰脏的负担。更严重的是，过剩的糖分会被肝脏转化为脂肪储存，这就是胃。什么有些人明明吃得很素，却还是有脂肪肝的原因。我有位病人王阿姨，65岁，她就是因为怕苦，每次都加2大汤匙蜂蜜，3个月后抽血，血糖波动大得惊人。老医师的叮咛，甜菜根本身已经有甜味了，请试住去品尝它原始的味道，这才是真正的养生。地雷组合5，甜菜根加上牛奶或乳制品。这是一个非常多人都会犯的错，做成甜菜根拿铁，牛奶里的酪蛋白遇到甜菜根的有机酸，
会产生一种凝乳块状的沉淀物，这会让你喝下去后觉得胃部沉甸甸的，好像塞了石头一样。对于有乳糖不耐症的朋友，这种组合更是灾难，它会让消化系统陷入混乱，产生发炎反应。我们希望甜菜根的营养是被血管吸收，而不是在胃里片成一团难以消化的硬块。所以，亲爱的朋友，记得这句话：好的食材要简约。当你把太多东西混在一起，身体反而不知道该先消化哪一个，最后全部变成负担。如果你追求的是那种天然的甜，可以试煮搭配一点点带皮的苹果，那才是最温和的选择。接下来这一段，我要请大家特别专注听。在台湾，洗肾睡一直是我们一届很担心的问题，而甜菜根如果配错了，对肾脏的伤害是安静且缓慢的。地雷组合6，甜菜根加上菠菜，这简直是肾结石的制造机位。什么？我们刚才提到甜菜根有草酸，而菠菜呢？它是蔬菜界中草酸含量最高的之一。当你把这两者打在一起，草酸的浓度会成倍数成长。这些高浓度的草酸进入体内，会跟钙结合，形成草酸钙结石。我有一位病人陈先生，67岁，他非常有毅力，每天早上打一杯甜菜根菠菜汁，持续了半年。有一天半夜，他腰部剧烈绞痛，痛到在地上打滚，送急诊一看，果然是肾结石。他很委屈地跟我说：“医生，我吃得这么健康，为什么还会这样？”这就是因为他选了2样属性太强的东西叠加在一起。你要记得，健康不是1+1等于2，有时候是1+1变成炸弹。地雷组和期甜菜根加上胡萝卜，这组合听起来很正常，对吧？但对熟龄朋友来说，这其实隐藏着风险。胡萝卜跟甜菜根一样，草酸和天然糖分的含量都不低，两者结合会让血糖上升过快，且其中的某些酶会干扰维生素 C 的吸收。长期饮用，除了会增加肾脏过滤草酸的负担，还可能引发体内的微小慢性发炎。我常常跟病人说，你的肾脏就像是一台精密的滤水器，如果你每天都倒进带有细沙的水，滤网迟早会塞住，会磨损。肾脏受损是不会马上痛的，等到它真的让你感到不适时，往往功能已经掉了很多了。所以，如果你有结石病史，或者你的医师曾提醒你肾功能要多注意，请务必避开这些高草酸组合。甜菜根是拿来养生的，不是拿来增加负担的。我们要懂得留白，让你的身体有喘息的空间，不要一次给它太重的功课。记住，这不是马上出事，而是为了你10年、20年后的健康在做打算。保护好这2颗肾脏，你晚年的生活品质才会好。说了这么多地雷，大家可能管问老医生，那到底该怎么喝才对？别担心，我现在就给你们一套最安全、最有效果的6大原则。原则1：量力而为，每天吃1颗中等大小的甜菜根就足够了，不要贪多，不要一味打成一大壶，喝掉会更好。过量的硝酸盐反而会让身体产生不必要的负担。原则2：控制容量。如果你是打成汁，每次饮用的量控制在100到120毫升就好，这大约是一个普通小玻璃杯的分量。记得它是强效的营养剂，不是拿来当开水喝的。原则3：把握黄金时间。我最推荐在早上空腹或是餐前30分钟饮用，这时候肠胃的吸收率最好，一氧化氮也能及时在一天开始时帮你扩张血管，提神醒脑。原则4：新鲜现打。
甜菜根的活性成分会随时间氧化，打好之后，请在15分钟内喝完，千万不要晚上打好冰箱，明天喝，那样你不仅喝不到营养，还可能喝进细菌。原则5，像品茶一样慢饮，这饮最重要，请慢慢小口喝，让唾液与果汁充分混合，唾液里的酵素能帮助初步分解硝酸盐，减少对胃部的直接冲击。如果你像灌水一样一口气喝完，那是对胃最大的伤害。原则6，轮替原则，不要1年365天天天喝甜菜根，你可以喝3天，休2天，或是这礼拜喝甜菜根，下礼拜换成低草酸的食材，这样可以让肾脏有时间把累积的草酸排干净。这6个原则看起来很简单，但这是我综合了几十年的临床观察得出的精华。养生其实不困难，它只需要一点耐心和对身体的尊重。当你学会慢下来，细细品尝每一口大自然的馈赠，你的身体自然会给你最好的回报。听完刚才的内容，你现在心里在想什么？会不会有些后悔，觉得自己过去这几年都喝错了？其实我想对你说，不要有压力。也许你真的已经喝错了5年，甚至更久。也许你那些莫名的腰酸、胃痛，真的就是因为这些养生的小细节没注意到。但这不是你的错，因为没有人告诉过你这些美角。身体是很奇妙的，它有强大的自我修复能力，只要你从现在开始给它对的东西，用对的方式对待它，那些微小的伤害是可以慢慢平复的。这就是我常说的隐形伤害，虽然它安静，但只要我们现在发现了它，把它揪出来，我们就能阻止它继续扩大。这就是知识的力量，也是我为什么要在这里跟各位长篇大论的原因。不要责怪自己，也不要觉得麻烦，现在改变永远来得及。每一口对的果汁，都是在为你的血管和内脏注入新的生命力。老医师会一直陪着你们，我们一起把以前走偏的路慢慢走回来。健康不需要奇迹，它只需要你每天一点点正确的累积。好了，话说了这么多，我们来做个简单的总结。今天我们聊了7种不该混合的地雷：柠檬、柳橙、醋、糖、牛奶、菠菜、胡萝卜，也分享了6个喝对的黄金原则。最核心的一点就是保持简单。大自然给我们的东西已经很完美了，不需要过度的修饰和堆叠。我常跟我的病人说，健康不是复杂的科学，而是一种稳定的生活态度。甜菜根是好东西，但请让它以最自然、最温和的方式进入你的身体。再次提醒大家，如果你觉得今天这位老医生的分享对你有帮助，请在下方评论区打个1，让我知道你在听。如果你有任何不清楚的地方，请打个0，我也会尽力为你解答。别忘了把这部影片分享给你身边的朋友，特别是家中的长辈，可能你的这一次分享就救了他们的胃和肾。最后，希望大家能记住这句话：健康不是复杂，而是稳定。我是你们的老朋友，祝大家身体健康，我们下次见。